这么大档雨量有裂隙，其实就是显示后面这个山体已经往下去滑动。不要这么的极致的去控制自然，学习跟洪水共存。上天已经在改变了，再加上极端气候，我们还要再相信人定胜天吗？华视台语新闻杂志，乡亲咱继续要来讲极端气候变化目测。位伫个风台带的台湾是面临更较侪强降大雨，北中南各地出大水的现象嘛愈来愈肃常。到底要安怎甲大水来共存呢？台北大学都市计划研究所的教授廖桂贤是台湾第一位提出到海绵城市这个概念的学者。伊认为，要透过环境的设计，提升城市的韧性甲耐淹力。这款的概念嘛持续透过水利改革带来创新。像台北市的永春比湿地公园、甲大港墘公园，伫上超大雨的时阵，拢会当发挥拓洪的功能，为极端气候下的台湾提供防大水泛滥的解方。车路淹造河，若伫咧台北，全台湾北中南，若是一个落雨，就出现淹水灾情。就算是风台过境，1点钟就累积超过100外毫米的超大雨量记录，带来水灾嘛哪来那频繁？那这也是现在都市的这个降雨的常态，在午后啊，或者一些热雷雨啊，就造成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降雨。那常常很突然的就超过这个城市的下雨道的保护标准。那福州山这个2021年6月4号那一天哦的这个下午2点达到137.5，这是1小时的降雨量。那我们台北市的防洪标准算是事业上已经算是蛮高的一个标准，78.8。那大家可想而知，这几乎是1.5倍以上的这个量哦。那所以当然就会造成周边地区有一些积水现象，像基隆路一带啊，像市府一带。极端气候的气候变迁带来天气改变，有偌严重呢？这一次卡努台风哦，我们在三角渡的尽头，像这是台北大桥底下，最高水位达到2.66，那椅子也都淹掉了。根据水利署预测，台湾一年上大一港的大雨强度有增加趋势，甚至上严重情形，可能是以加倍速度在恶化，会当料想未来好大雨带来淹水灾情，港会哪来哪找？事实上，所谓的治水工程或是所谓的防洪工程，通常就是把水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不应该只强调治水，因为水患的发生或是水灾的发生，不是单纯水的问题，还有人的问题，包括人住在不应该住的地方，或者是我们的各项工程相关的建设，把水的问题变得更严重。为了解决淹水问题，基隆河分别在1965年和1991年进行2摆采湾掠地的工程。比如说，我们一条河流右岸，假如右岸的人不想要淹水，他可能筑了一个堤防，那这个水就移到左岸，右岸的水推到左岸去了，它的淹水增加了，他一定没有办法，他没有选择，他也要筑堤。好了，这两边都筑堤了，那怎么办？水会去哪里？可能去上游或者去下游，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上游的人也要筑堤，下游的人也要筑堤，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一个恶性循环，就是大家一定要筑堤。从此，基隆河水管会袂搁再淹水，不过河道所底水中河水倒头流，和基隆河中游的湿地和基隆五岛地区，若是一个落大雨，就会淹水灾。筑堤这件事情，防洪工程这件事情，常常发生的状况就是它一直不断的自我增生，一直不断的繁衍，那这样子其实是造成一个很严重的恶性循环。2001年，那里风台最乱，和规个台北结婚，全部拢浸伫咧水内底。即马20年过去啊，台北市下水道排水系统，若是全国第一，嘛是世界101的排水标准。大点钟排水量会当关到78.8毫米，不过淹水再进行，同款继续上演。
到底咱要如何找出自然的减污和大水共存？我们用防洪工程来解决水患治理这件事情，其实衍生出更多的防洪工程。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永续的解法，所以我开始研究韧性这件事情，不要这么的极致的去控制自然，我们稍微学习跟洪水共存。我们在洪水发生的情况之下，能够减少冲击、减少灾害、减少损失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我把它称作承洪韧性。有一些农地、有一些建地，也许可以慢慢还给河川。伫咧台北四秀山口边的因春碧生态公园，原本是澎湖军营，嘛是霸山客好得落山。原来它的环境生态是埤塘，但是因为人的生活啦，或是国家的需求有军营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据点，所以它就加了很多不透水的材料。因为它是一个营区，几乎都是铺面是水泥铺面，透不下去地面去，就会往两边的沟跑，那很快就沟就满了。本城应该是河流的路线，改去做军营。虽然流排水高，不过面对即马大雨加强，流必洪要甲土地行河川，更当互咱人使用，所以拆掉顶खोखो阿蒙头，打造有生洪定力的公园立体。那让我们土壤可以去增加它的一个含水，那就是一个海绵城市的概念。好，那让水源可以留在我们的基地内，然后减少我们下游地方的一个淹水。要让河流不淹水，其实还是要考虑到城市里面本身就要让水慢一点到河流去。原来的平的土地挖深，那挖深就会形成一些低水位的湖泊。那挖深之后填在旁边，让它变成是草地跟植栽，这两个元素都可以让水慢下来。所以减缓的两个作用的做法就是蓄水跟透水。要是3.9公顷的平坦阿蒙土地，即马正做过关关格格逼长草坡。它的蓄洪量，我刚刚说这个将近5000，可以滞留径流滞留延迟时间可以到8小时，这都是现在气候变迁下这个洪泛需要承洪的能力。长草表示说它其实是水可以进去，所以这个也是全透水铺面，就是假如草地地背都是软铺面，那土壤，假如蓄水的地方其实也是算软铺面，只是它多了一个功能，是可以让水留在这边。青色的食物含食材，将做当吸水的软铺面，行政步道嘛拢是有透水性铺面，雨水一沿一沿流入去土脚底，就算落大雨，嘛卡袂阁流去路边，正做水灾。这边的水会整个淹上来，会淹到这个路面吗？看暴雨量多少，曾经有淹过来，一下没有多久就疏散掉了。原来就是靠这个大水系统进到城市里面的排水系统，但是你假如说没有这种蓄洪的水量，山坡地下来的水，通通就很大的量就进去了。进去你消化不了，它当然就淹更多。重要就是我们延缓它的排入排水系统的这个时间的观点，越晚一点，它对于都市排洪的功能贡献就越大。有生洪韧性的地，伫咧台北市那因春埤，阁有伫咧内湖科技园区的大港基公园。平坦的水泥地就跟永春埤一样，它原来是经营变成是一个可吸水的空间变成一个海绵的那个公园。我们把全部的混凝土通通都做了一个整理，最低的地方跟最高地方相差有3米高。那最低的地方，我们下面甚至挖更深，可以蓄水。前身是台北花市的大港前公园，原本的水泥地现在成了绿草地，而且在整个2.5公顷的绿色草地下，它还是一个雨铺满，可以蓄积2900公吨的雨水，还可以循环再利用。地形它可以蓄水，还有存水廊可以储水，把它打起来就可以变成灌溉。但是有洪水的时候，它就可以先放掉，可以吸收旁边进来的洪雨。含食物的液体有天然的吸水力和潜水功能，就亲像会蓄水的海绵共款。森林就像一块海绵，它可以吸水。一个集水区把它变成一个都市的状态，基本上是一个排水机器，水排得非常快。我们可以让绿地来吸水来入渗跟滞纳更多的水，这样子可以给
我们的下水道多一些反应的时间。如果都市里面的积淹水越来越严重，我们面临到越来越大的这个强降雨，我们也不太可能完全一直不断的仰赖雨水下水道去把这个水排出去。那这个时候要做的是，尽量在我们都市里面创造更多的空间，让洪水能够无害的发生，就是我们能够容纳洪水在我们的都市里面。那这个呢，就可以透过海绵城市来试着达到。虽然台湾一年四季拢会落雨，不过主要雨水来自5、6月梅雨季节，和7月到9月风台季节。今麦佮加上即时性的强落雨，带来灾害无减颠倒灾。我们台湾地区经常的发生水患，那这个水患几乎是我们台湾。应该讲说是台湾的 DNA 了。你要确定一个人他是不是台湾人，你只要问说你这一辈子经历过什么水患，你不仅可以确定他是台湾人，还可以确定他的年纪是几岁。台湾新受的饮水问题唔捌消失，过去的公省治水工程恐惊改予大自然倒伏，带来更严重灾情。学者、民间和公部门拢提出先防润性和紧流分担的概念，来应付哪来哪严重的大水发生。过去我们人是完全不让的，我们要开发哪里的土地就开发哪里的土地，河川我们就把它束缩在河道里面。可是这样的方式，我们发现，特别是在气候变迁下没有办法，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改变思维。那个思维不能再是防洪，就是所有的洪水一定要防下来，而是去承洪。那这个延伸出来，就是我们现在的法规，就是径流分担、出流管制。然后台北我们叫做出流抑制，水要尽可能先留在基地里面，在一定的时间后才能够排到排水系统。就不单靠排水沟的排水。例如说停车场，它不仅是停车场，它在洪水期间，它也可以是蓄洪、滞洪的空间。这个就是一种径流分摊的概念。在平常的时候，它也许是莲花池，它也许是养鱼的这个池塘，但是在这个大水要来之前，我们把池塘的水把它降低，留出空间，让它能够承担洪水。当接收到中央气象局或是水利署的防灾讯息的时候，那我们现在是接近满水位，我们要预留这个滞洪的这个空间出来，所以一定要把水先排掉。这是大水扫来，定直接影响民众生活，要如何转化思维，接受大水和大水共存？我一直觉得没有办法治理，因为老天会对我们怎么样是不可预期，尤其这几年来世界各地的讯息告诉我们也是这样的结果。那至于共处，我觉得是一个调适行为。好，我们应该怎么应变，让我们的生命财产的损失是可以减低的。而在这个事件过后，我们的都市、我们城市也可以很快的复原起来，重新再运作。这反而是我们现在对水的思考很重要的一个点。24点钟不断监测，全台北市有超过150基的下水道水位计，和109基的水位监视器，随时掌握水情信息。利用一些科技，让我们这个电脑来帮我们做事，所以我们称它叫做水情秘书。它24小时它都在运作，它每30秒就会帮我们检视所有的数值资料，包含河川水位，包含降雨量，包含抽水站的讯息。像我手机现在还存在着去年这个尼莎台风期间的整个简讯，都非常的绵密哦。极端气候在全球带来气候危机，无法度避免，嘛是现主时的进行式。市民期待一个不淹水的城市，或者下水道标准，你可不可以更高一点？以台北市的下水道的这个可以排水处理的标准，事实上在世界上我相信是名列前茅。以现在推算，大概1小时可以达到78.8。其实这样的保护标准事实上是非常高，新加坡大概70几，那日本大概50而已。我们的降雨非常的极端，那我们也不能一直仰赖工程，非常需要让城市里面用自然解放。台湾并不会说比其他国家更适合做海绵城市，我会说它更需要，它比
其他的国家都更紧迫。面对大水，你甲我拢需要改变观念，然后土地有生防韧性，而且咱嘛拢爱会当有唔惊淹水韧性。